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18，诗篇16篇11安尼讲：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三个来祈祷，将活命的路指示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真实佮永活的真神上帝。你是互阮伫咬喙焦的时，亲像鹿必切翕无溪水，阮的心也是安尼翕无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福气的源头，也是阮生活的引带甲带领。因为你是阮的主，你以外，阮无福气。主啊，世间人伫你的创造面中间找活命，找出路，确实无找到守护活命甲出路的真正道路。主啊，总是你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阮，因为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